乡亲也讲，这个跋倒是65岁以上的老人事故伤害甲死亡原因的第2位。医生来提醒老大人爱多多行路，多多来踩踏，安尼才会当强化记忆力。到这个健康中心推出着鸡仔舞，运用踩踏的动作，互长辈者来记舞步，嘛来训练着认知的记忆。双手双腿四肢并用，听音乐，搁爱对着节奏，搁爱动脑筋，因为头壳的肌力动作稳稳踏伫教练规定的架啊。因为他这个脚的重点是要尖脚的，预防跌倒。脚脚点起来训练肌力。79岁陈阿姨无讲，你阁约袂出伊的实际年龄，有好体力，看起来实在真少年。甲伊跳恰恰的丁阿姨80岁，耳孔甲目睭拢真好，不管是啥物款的动作，伊拢跳甲真欢喜。有点返老还童的感觉。当他下肢肌力一旦没有稳定的时候，他就会左右摇晃，就产生容易跌倒。所以他们只要专注在这个踏垫上面，基本上他们的动作都是可以跟得上。所有的动作拢是以大步来出发，莫看这小小的大步是心肺功能的一大步。对老人来讲，要控制下肢运动的话，他需要更专注。那同时他要调整他的呼吸，所以如果可以提早做这些下肢的运动，然后增强你的心肺的能力的话，当然对肺部的肺活量是会有帮助的。我咧就爱叮当，愈食老愈爱叮当，才袂老来2脚变4脚，2腿变双轮。